Hello，大家好。咁繼上個禮拜贏完利物浦之後呢，今個禮拜對白禮頓再贏，咁已經係英超3連勝噶啦。但係唯一估唔到嘅呢，就係球隊呢住3球嘅情況下，一樣呢要食救心。最後靠麥保莫呢絕殺4-2贏波嘅啫。呢條片一樣同大家分析翻球隊嘅表現啦，個別球員嘅數據同埋簡單嘅賽後總結。咁中意呢條片嘅話呢，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今年嘅目標呢，就係希望年底可以去到2000訂閱。未 subscribe 嘅話呢，就記得撳訂閱掣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今場對住白禮頓嘅陣容呢，基本上一周一賽下呢，人腳變化唔好大嘅。唯一唔同就係冇咗麥加亞同埋曼治嘅啫。龍門繼續都係 Lemans， 左邊係蘇爾啦，中間今場就用翻迪列特嘅。右邊就用約洛，一對防中冇問題，繼續都係卡斯達班奴嘅。左邊會係達洛啦，右邊繼續都係迪亞路。三個箭頭咧分別就係古亞、麥保莫同埋最前面嘅 Shixko 嘅。由賽前好早咧已經確認咗會由安東尼泰勒去做主球證啦，再加埋奧利華去做 VAR 球證，呢個咁特別嘅組合咧，就可以預計到今場喺判決上咧，一定會係相當有趣嘅。而事實上亦都真係咁樣，非常之多有問題嘅判決咧喺今場係出現咗嘅。但係講翻場波啦，其實對手咧今場都有翻啲針對性嘅部署，特別係喺我哋呢邊嘅右路擺咗2個嘅防守球員咧，專門去 mark 翻麥保莫同埋迪亞路嘅。但係 mark 得右邊咧就 mark 唔到左邊，而古賴咧亦都喺今場咧攞到佢今個季度嘅開齋波，為球隊咧早段先開紀錄嘅。而卡斯米路咧之後亦都接應到蘇爾喺中場而嚟嘅逼搶嘅機會啦，散中對手改變方向咧，再 lead 到去2-0嘅。而去到2-0之後咧，其實白禮頓自己咧係更加亂嘅，冇晒章法，基本上咧喺中後場係 keep 住有好多次嘅傳失同傳錯。場面上咧可以話去到完半場前咧都真係一面倒噶啦，甚至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入到3-0，只係 Shixko 喺前面咧把握唔到，冇辦法再進一步去拉開個比數嘅啫。而嚟到下半場咧，60分鐘真係靠麥保莫將個比數咧真正拉到去3-0。喺呢一刻咧，我諗大部分嘅人都以為咧今場波已經係勝負已定噶啦。但去到70分鐘換入嚟嘅多古咧，又完完全全咁改變咗個戰局。而喺呢度嘅層面咧，係講緊由好變到差。多古一落場即刻派教再輸多數咧，冇紅牌咧真係偷笑噶啦。但係輸罰球照樣要輸到3-1。而個勢咧即刻係跌晒去白禮頓度，即刻俾人逆轉嘅。而我喺呢一刻咧，其實就唔係好理解點解我哋其實仲拎住2球嘅優勢咧。但係調翻轉，其實急嘅咧係曼聯嘅球員，而唔係白禮頓。而去到補時咧，去到3-2，真係細估唔到一場咁樣捏住3球嘅比賽咧，去到臨尾係要食救心嘅。最尾真係靠麥保莫絕殺咧，先叫做成功終結到呢一場嘅比賽，可以喺英超咧拎到3連勝嘅啫。今場嘅 Man of the Match 咧，其實我都諗咗一段時間，因為麥保莫同埋古拿2個咧，今場都踢得相當好嘅。但係以今場拎到3分嘅含金量咧，我決定最尾都係會揀翻麥保莫嘅。雖然官方嘅 MVP 係揀咗古拿啦，但係麥保莫今場一嚟梅開二度啦，二嚟最尾拎到3分咧，最尾嗰個絕殺一定係靠佢嘅。而且見到佢喺右路同迪亞路嘅配合係越嚟越好啦。對比起季初2個咧爭波踢，到而家咧，不論邊個攻邊個守，上前褪後咧，其實大家真係有晒默契噶啦，已經夾慣夾熟咁樣。對於對波嚟講，特別喺進攻嘅呢一環咧，絕對係好事嚟嘅。而且睇翻數據，其實今場麥保莫入咗2球之外咧，喺個人嘅數據咧有好多都係排得非常之好嘅。首先就係 dribble 啦。有5次嘅嘗試，4次嘅成功，全隊最多嘅成功嘅。然後 progressive carry 即係向前帶波咧，亦都係全隊第一。5次咧已經係囊括咗成隊波嘅一半噶啦。ball recovery 亦都係並列第一嘅，證明咗麥保莫今場咧真係非常勤力。可以話進攻防守都見到有佢嘅參與，而且咧論終結能力同埋把握力咧，
麥保莫真係應該都全隊入邊所有球員咧最 top 嘅第一、第二咧都絕對不為過嘅。咁所以而家靠住麥保莫好，或者靠住古拿都好咧，喺前場不論係球員嘅個人能力啦、組織配合等等都好咧，對比上一季係真係可以話係天淵之別嘅，係冇想象過突然之間只係過咗一兩個月，成隊波好似唔同晒咁。咁當然都係要靠一啲新球員嘅加盟，同埋佢哋本身嘅個人能力同埋質素咧，先至可以喺從質量上真正咁改變隊波。而我覺得依家如果真係以踢咗大概8輪9輪嚟講咧，麥保莫真係暫時最穩定嗰個表現咧，係最平均嘅一位嚟嘅。講完麥保莫，當然就要講埋一樣今場都係非常出色嘅古拿啦。咁除咗入到波破咗入球方之外咧，防守上不遺餘力咁跑上跑落，咁佢嘅數據咧亦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咁而且入波之後見到佢個信心係明顯進一步提升，夠膽咧去做更加多高難度嘅傳控，例如係後腳啊，或者係一啲非常之有風險嘅 risky pass 咧，但係個質素出嚟都係絕對唔差嘅。咁而且睇翻數據，入波當然就係抵讚啦。咁而且 dribble 或者係 tackle 加 interception 嘅數據咧，亦都係唔曳嘅。甚至作為一個攻中甚或者一個副鋒咁樣嘅角色咧，喺全隊有第二嘅 tackle 加 interception 嘅數據咧，絕對係非常之好。咁而 ball recovery 亦都係4次，咁都見到佢真係跑上跑落，完全冇慳力嘅。甚至去到臨被換走之前咧，一樣係非常之落力冇停嘅。咁所以今場入到波，絕對係可以 fulfill 翻去呢幾場一路不斷咁去努力嘅一個 compliment 啦，一個獎勵啦。咁而睇翻對上幾場同今場嘅古拿咧，其實都有分別嘅，明顯見到喺狀態上或者係喺個速率上咧，其實係有進一步提升咗。就對比其實似翻真係之前喺狼隊嘅古拿啦，真係有推進有射門乜都有。咁亦都係開心嘅，見到隔咗咁多場波，終於古拿咧係有入到波啦。咁而好似啱啱講啦，麥保莫同埋古拿加盟咧，真係為到隊波咧改善咗喺前場進攻上嘅好多問題嘅。咁雖然好似之前都有提過，佢同萬字喺左攻中呢個位置嘅定位咧，兩個人係唔同嘅，一個係偏向功能性跑動型嘅，一個真係偏向進攻型，係做終結者嘅角色。咁喺唔同場次或者喺唔同情況下咧，佢哋兩個都會有各自嘅功用。咁而且萬字嘅表現好，咁其實都係激化緊咧古拿自己都會想爭取表現咧，去爭翻嗰個正選位。咁所以喺咁樣嘅良性競爭之下咧，兩個人一齊有進步。咁其實最終嘅結果咧，都係為曼聯成隊波咧帶嚟更加好嘅團隊效果。最尾我哋嘅最終目標咧，都係為咗贏波嘅啫。而另一個不得不提嘅贏波功臣咧，當然仲有卡斯美路。咁今場嘅卡斯咧係1球1助攻嘅，亦都係咧成個上半場其中一個表現最好嘅球員嚟嘅。咁啊講真，論經驗論技術咧，仍然係一個一流嘅防中。咁啊純粹咧體能上真係冇辦法再踢足90分鐘噶啦。而去到後段咧，不論係烏加迪好，抑或文奴入嚟都好咧，兩個人落到場嘅表現係完全不及於卡斯一個人喺場上嘅作用，亦都見到咧冇咗卡斯之後，其實中場成條線咧係弱咗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長遠嚟講，仍然係需要一個兼具到跑動同埋掃蕩能力嘅全能型中場或者防中咧，去頂替卡斯嘅位置咧，先係一個好嘅 plan 嚟嘅。咁如果唔係，當卡斯真係退落嚟啦，如果真係靠文奴又好或者烏加迪都好咧，我相信短時間內佢哋都唔會可以成長到有卡斯嘅級數。咁而且卡斯而家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兩個年輕球員嘅嘢，而兩個年輕球員入到嚟咧，亦都冇辦法去做到卡斯一個人做到嘅嘢。咁我可想而知咧個差距有幾大嘅。而睇翻數據，咁其實卡斯今場雖然冇踢足啦，咁但係 tackle 加 interception 咧係有5次並列第一。咁而攔截傳球或者射門咧，亦都係全隊第一。ball recovery 亦都有4次嘅。咁更唔好講佢本身1球1助攻嘅貢獻。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撇除咗古拿同埋麥保莫以外咧，卡斯米路就已經係第3踢得最好嘅球員嚟噶啦。
咁其實卡斯 keep 住咧，即使年紀慢慢大都好，或者個表現有陣時的確係會下滑嘅。咁但係整體嘅穩定性啦，同埋技術甚或是經驗咧，絕對係仍然可以為曼聯提供到非常之多寶貴嘅價值嘅。講完3個入波嘅功臣之後咧，咁啊都要講下其他有貢獻嘅球員，而 Xisco 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覺得係有貢獻嘅球員之一嚟嘅。因為今場其實佢面對對手嘅雲克基同埋登克咧，係真係冇乜明顯嘅優勢，特別係爭頂啊呢啲其實冇乜可能一定贏唔到嘅。咁但係作為保持翻前場嘅支點作用，利用佢咧去擾亂兩個對手嘅中堅，為隊友拉開空位咧，一樣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冇佢去幫手引開對手嘅中堅，製造多啲空位同埋空間咧，其實不論古拿、麥保莫等等都好咧，未必真係有咁多機會或者空間咧，佢咁容易起腳。咁所以其實 Xisco 作為一個前鋒，未必真係每一場都入到波。咁但係咧，仍然會有佢喺前場關鍵嘅作用。咁更何況今場其實佢都有一個助攻。咁所以 overall 嚟講，表現都絕對係唔曳噶啦。咁而且睇翻高空爭頂嘅數據咧，其實成場 total 有11次，有6次成功咧，咁都已經係全隊第一，絕對係唔曳嘅。咁所以基本上前場所有嘅第一點咧，都係靠佢去擁去頂嘅。如果頂唔贏第一點咧，先至再由古拿、班奴或者係麥保莫、迪亞路等等嘅球員咧去執第二點嘅啫。另一個今場咧都非常關鍵嘅球員就係 Lemans。咁雖然今場咧冇辦法可以保持到 clean sheet， 咁但係實際喺把關上咧仍然係非常之穩陣嘅。不論係喺死球、角球去爭個高點啦，亦或係鋒位出營等等嘅時機咧，都係比以前嘅巴營迪亞或者奧納拿咧嚟得更主動得嚟，亦都係更加合理。做多啲長傳咧，亦都可以避免到好似我哋上一季或者前一季咧喺後場做猜傳嘅時候一啲低級犯錯嘅風險。咁再加埋佢係真係腳頭好嘅，3場波由地標戰以嚟咧就贏咗3場啦。咁雖然未必每一場都一定係因為佢而贏波，咁但係咧佢作為一個合格有餘嘅龍門咧稱職嘅，而且有陣時救到多一球半球咧，就已經足以改變成場波嘅戰局走勢噶啦。咁而且今場亦都係保持翻每一場嘅好表現啦，不論係傳中攔截，抑或係 saving rate 咧，其實個比例上都係唔錯。咁而且今場亦都有2次嘅關鍵撲救，一次係遠射啦，一次係近射啦。咁2次咧都可以幫手擋到咧。如果真係對比換轉係以前嘅巴營迪亞或者奧納拿咧，老實講我真係冇乜信心佢哋會救到嘅。而 Lemans 救到，咁就已經足以咧由3-1變3-2嘅可能嗰一瞬間咧 hold 住，咁成隊波嘅士氣啊或者走勢咧，的確會係天差地別嘅。去到最後一個咧，真係忍唔住要講嘅就係成隊波咧，其實絕大部分嘅球員今場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啊，真係除咗達洛差啲以外咧，其餘第2個真係非常之差嘅咧就係多古。當你以為咧達洛喺左路真係踢得麻麻地啦，成日甩位啦，咁你諗住換個多古入嚟可以用速度跑贏啦？唔好意思，一落場就即刻派膠，仲要輸多數。咁講真，嗰下冇紅牌咧，一嚟係球證嘅問題，二嚟咧就真係冇乜可能咁樣輸個反擊咧，而輸罰球仲要俾人射入埋嘅。咁再之後其實佢都 keep 住失位，再加眼神防守。咁真係好難怪咧，原來之前一路都冇正選踢咧嘅原因嘅。咁因為之前都講過好多次，達洛其實 keep 住狀態真係好一般嘅啫，踢落係冇乜說服力去打正選嘅。而多古今場連續2場啦，後備落嚟個狀態都係 keep 住差嘅。咁甚至今場一落場就派膠，咁都真係冇得好講噶啦，冇得怪點解冇正選。咁而相信今場咁樣嘅表現咧，之後如果短時間內佢想爭正選，除非達洛又好似佢咁真係派大膠，如果唔係嘅話咧，後邊仲有馬沙拉奧，甚或之仲有利安，真係多古如果要爭咧，如果咁樣嘅表現要爭正選咧，係難度係有喺度。咁而且見到其實季初季前賽其實佢係有進步嘅，咁但係忽然間唔知點解過咗1-2次嘅國際賽期之後翻到嚟咧，突然間又好似變翻好似1年前啱啱嚟到嗰個慌失失嘅多古咁樣。咁啊呢個真係唔知點解啦。咁但係 overall 今場贏到波咧，
就算。咁但係呢一啲嘅犯錯咧，絕對係一定要避免嘅。尤其是今場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拎住3球，仍然係可以因為一啲球員嘅小失誤、小犯錯咧，足以改變晒成場波嘅走勢。去到最尾嘅20幾分鐘咧，俾白禮頓撳住嚟砌咧，絕對唔係好事嚟嘅，亦都係我哋唔希望見到嘅嘢嚟嘅。總括嚟講咧，今場波其實喺入波之前嘅白禮頓咧，其實成隊波中後場嘅猜傳真係非常之唔穩陣嘅。咁但係喺佢哋入到嗰球罰球之後咧，成個形勢就大逆轉啦。而另外，我覺得係收起蘇爾啦、卡斯同埋迪亞路3個比較今場都算係緊要嘅球員之後咧，個形勢係急速轉差。特別係右路冇咗迪亞路之後咧，其實就算放翻達洛喺右邊咧，個形勢同埋情況係對比迪亞路在場嘅時候差好遠。咁中場冇咗卡斯亦都係啦，放翻烏加迪或者文奴落場咧，都唔係卡斯做到嘅嗰個作用嘅。而蘇爾佢首先一嚟贏到嗰個逼搶幫到卡斯入波啦，二嚟本身佢喺防守上咧，或者喺左路幫手做 overload 咧，蘇爾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收起咗呢3個球員之後，明顯見到對波係弱咗好多，特別係個勢弱咗好多。而今場好似啱啱講嘅，贏到波拎到3分，就係講緊一個好龍門嘅重要性。後場嘅猜傳更加穩定，學教嘅表現咧，亦都係比以前嘅龍門更加嚟得好嘅。而今場咧，亦都係再一次咁反映到翼位就係我哋而家防守嘅缺口。當3個中堅表現 OK， 中場亦都冇咁多失誤嘅時候咧，反而翼位就係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不論你話正選用達洛，抑或係用多古咧，都有各自嘅問題。咁相信如果馬沙拉奧真係可以 keep 得翻健康出到場的話咧，相信達洛好或者多古都好咧，未必真係會有咁多嘅出場時間嘅。咁但係成隊波依家喺戰術上咧，其實係冇以前咁硬嘅，比較有彈性。喺進攻嘅時候會壓前變成3-4-3咁樣，會有7個球員咧向前嘅，淨係留翻3個球員喺後邊，甚或至咧2個嘅左右中堅咧都會壓埋上去中線附近嘅區域幫手去做進攻嘅，淨係留翻1個球員喺後邊。而防守嘅時候咧，亦都會好統一咁樣縮後，直接變成5-3-2，咁將2個翼位咧都拉埋落嚟幫手做防守，咁變咗防守嘅時候咧，後場有5個人，中場有3個，咁會更加穩陣，亦都冇咁容易去俾人打穿。成個防線之間或者中場線同後防線之間嘅空隙咧係變少咗。咁而且喺精神面貌上亦都見到球員咧，其實對比開季初冇乜信心嘅嗰種感覺咧，而家係嚟得更加自信啦，亦都連續贏波之後咧，明顯係對於不論戰術上抑或係隊友之間嘅信任程度咧，都已經係唔同晒噶啦。咁而最緊要嘅就係英超3連勝，贏咗呢一場之後咧，已經暫時可以企穩喺積分榜嘅上半版噶啦。咁因為不論之後今日其他球隊贏波輸波都好咧，咁相信喺嚟緊呢個10月可以 keep 得住喺上半版都已經冇乜大問題。再加埋可能其他嘅前列球隊會有歐戰啦，咁喺我哋係冇需要1周雙賽嘅優勢之下咧，咁好可能今個月嚟緊嘅呢啲比賽咧，就會對曼聯嚟緊喺12月甚至係聖誕新年之前咧，有冇辦法可以企得到喺前列去爭歐戰呢？一個好關鍵嘅時間點嚟嘅。今場主場勉強頂得住贏波拎晒3分之後呢，咁啊下一鋪呢又重新嚟過噶啦。而下一場嘅對手呢就係森林。咁今季森林嘅成績呢認真係特別差嘅。咁特別係之前一大輪 N 場不勝之後呢，炒埋奧普。咁去到上一場呢，歐霸終於贏到波圖啦。而英超嘅戰績呢就真係唔敢睇，同上一季比呢差天共地嘅。8場波淨係贏咗1場，輸5場和2場。5分咧排緊喺第18，係降班嘅其中一隊嚟嘅。咁當然未到季尾完全唔會知啦。咁所以咧點解要即刻炒奧普咧去止蝕？而換咗大字之後咧，其實對住波圖嘅嗰場波咧係稍稍有改善，變翻做真係防守反擊咁樣嘅打法嘅。咁可能翻嚟英超咧，亦都會有短暫嘅換帥紅利。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今季嘅森林咧進攻力係大幅下滑噶啦，因為Chris Wood 冇咗上一季咁好嘅表現入咁多波，咁而另一個入球機器伊蘭加咧亦都已經走咗啦，咁所以今季嘅森林咧
同上一季嘅森林咧完全兩隊波嚟嘅，進攻力亦都係英超嘅其中一隊最差。咁而上一場雖然係贏到波圖，咁但其實兩球咧都係12碼嚟嘅，生波嘅 expected goal 咧其實只係得 0.5 嘅啫，比波圖嘅 0.6 咧係更加差嘅。咁所以就唔期望咧森林會有啲乜嘢嘅好表現出到嚟。咁但係當然啦，作客本身曼聯咧就偏弱，咁啊唔好話真係咁老定嘅。去到尾喺陣容上咧，曼聯因為一周一賽冇必要輪換咧，咁應該都係會用翻今場嘅人腳去繼續打下一場森林嘅比賽嘅。達洛雖然表現真係一般嘅啫，咁但係總比今場嘅多古咧叫做好得唔錯唔少噶啦。咁就算達洛都會有機會係炸彈都好，我都仍然會希望係用達洛嘅。咁因為即使達洛再差咧，佢純粹做防守唔做多餘嘅嘢咧，其實係還好嘅。咁右邊係強邊，咁咪繼續放翻俾迪亞路、麥保莫去做，然後前邊嘅靠古拿一個跑晒成個前場左邊嘅區域，咁就 OK 咯。咁而且我哋要望嘅係英超嘅4連勝，即使咧我哋作客係真係較弱，咁但係都唔係冇機會嘅，因為連利物浦我哋都打得贏的話咧，咁森林其實應該就冇乜問題嘅。咁而且人員上後備嘅可以有曼治、麥佳亞、馬沙拉、烏加迪等等等等嘅球員都冇乜大問題，應該都可以輪換出到嚟嘅。咁所以喺我哋自己不論係正選後備嘅人員都好咧，彈性係大嘅。而且近呢幾場落嚟個戰術已經成熟翻好多啦，要點樣做、點樣進攻、點樣防守，其實已經係有個阿拉嘅 standard。好似啱啱講，攻嘅時候就3-4-3，守嘅時候就5-3-2，咁大家都好清晰自己喺進攻、防守嘅時候要做啲乜呢，就可以避免到好似季初或者季前賽嗰種呢，唔係太適應或者唔係太清楚自己要做啲咩嘅問題。咁其實當然呢個有某部分呢，都係教練嘅覺醒咧，同埋妥協，清楚知道咧踢英超係真係冇辦法一套戰術咧就打到尾嘅。咁但係當然講到尾嘅，我哋都係要求贏波。咁對森林咧，相信都好大機會咧係可以贏嘅。咁但係當然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先。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咁記得如果未 subscribe 嘅話咧，就記得撳埋訂閱掣啦。今年我個目標就係年底前2000人訂閱。咁呢條片嚟到呢度，我哋下場比賽再見，拜拜。